我俾人捉咗去 KK 園區，我要點樣逃離啦？應該點樣去保障自己嘅安全呢？等我同大家分享10個2025年去泰國必須注意嘅事項。第一樣，必須提前計劃行程啦，並將你完整嘅行程咧 send 俾你屋企人。第二就係 share 你同行嘅朋友或者一啲聯絡人嘅方式咧，俾你香港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啊。第三，每一日咧都要同屋企人啦，仲有同行嘅朋友報平安。每轉一個 location 咧，你一定要具體話俾佢哋聽，到底你喺邊度。第四就係選擇咧可靠嘅交通工具。每一次上車嘅時候，你都一定要記得影低成個車身嘅樣啦，同埋車牌號碼。第五就係上到車，千祈唔好瞓覺，求大家去到一個荒山野嶺嘅地方，到時嗌救命咧，真係冇人幫到你哋。第六就係保障自己個人資料嘅安全，係千祈唔好喺 social media 咧詳細咁透露你每一個行程。記得唔好 po 自己住邊間酒店啊、房 number 嗰啲上網。第七就係保持警覺，避免咧去一啲非常之繁雜啦，同埋好夜嘅時候咧仲留喺條街度。第八就係緊記緊急聯絡嘅方式啊，係呢個旅客求救電話就係1155啊，大家記住，佢咧就係會有呢個中文同埋英文嘅語言服務提供嘅。第九啊，就係遠離一啲可疑嘅工作邀請啊，就係旅遊 KOL 啊。第10啊，呢一個真係私人醒大家嘅 tips，就係咧 set 暗號。呢度如果萬一我就俾人捉咗入去，我就要有呢啲資料。咁無論去邊度都好啦，咁就記得買旅遊保險啦。千祈咧唔好同身邊嘅人咧走散啦，唔好獨自獨行啦。就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俾身邊準備去泰國嘅朋友。咁就萬事要小心啦。咁就祝閣下旅途愉快。